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美国联邦参议员带团访问台湾，咱外交部处长陈明基亲身接机。这届因除了要会见咱的总统赖清德，主要搁要甲国民党来见面，要求因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美军专机飞入台湾的领空，8日0点20分伫松山机场抛投降落。外交部处长陈明基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副处长梁凯文亲身来接机，欢迎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甲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带来的跨党派访问团。这届跨党派的组合显示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一致性。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甲接机的人员表示，家己捌来过台湾待过一冬，敢要会记得中文安怎讲，伊真亲切安尼回应。金融时报指出，这个时阵拄好是赖政府甲在野党针对4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咧小演。美国代表团这抓也有带来明确的消息，强调通过国防预算案的重要性。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一定会站得很稳哦。那就是只要美国有发价书过来，只要美国愿意卖，而且我们又有需要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绝对支持。应该是也会强调说商购还有委制对台湾的重要性，我国的国防自主能力，包含美国的 AIT 的吴立言先生也提到这个他们支持的是由行政院、由国防部的这个条例。目前，伫立法院国防特别条例真侪条文拢无共识，已经送去协商。也毋过国防部证实，82套海马斯系统的头期款，美国有同意延期，暂时降低台湾付钱的压力。也若台湾的防卫决心，毋但是伫国内的预算。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接受专访的时，也甲国际讲明，强调面对中国的施压，台湾会强化自我防卫，而且坚定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来看，前台北市长郭文天一审向判17年。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号召支持者昨伫凯道大抗议，因为国民党是有超过20个立委来相挺，煞是无看到因的主席郑丽文，引起众人议论。下架赖清德，下架民进党。民众党号召民众39上凯道，认为前主席郭文德涉入金华城顶案，一审封判17年，提大公款6年，是政治办案。主办单位更加宣布一级超过9万人。所有承办的公务员都说程序是合法的，也盖章了，却可以在2年之后，突然因为司法的介入，造成一大堆公务员被调查、被传讯，甚至被判刑。你要消灭柯文哲，柯文哲后面还有成千上万的小草。郭文德最后上台向大家发声，加入民众党，各地支持者围我一下加入民众。党籍前立委蔡碧如顶日表示，希望郭文德出来竞选后一届党主席。现任的黄国昌讲，早就希望老大爱回来接任嘛。捍卫司法人权，拒绝政治办案。除了变赢，南亚也出动超过20名立委到场赞声。宣布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场，而是该由党中央发言人代表，加上伊过去捌公开批评郭文德引起联想。因此南亚强调已经有甲民众党联系，也袂看伊病爱伊命。蓝白这一段时间的合作，其实是符合基层支持者的共同的期待。那么，在柯文哲前主席遭受惨无人道对待的同时这我们的情谊必须维持。过去的恩恩怨怨如果不翻篇，只会给其他人更多人见缝插针的机会。金华城案是国民党的议员钟小平去检举的，提供资料的是蒋万安次长，提供了厚厚的1000多页的相关资料。那现在呢？贪污被判刑，全部赖给清德，全部怪民进党，真的是莫名其妙。对两样这期就场地至少要提前1礼拜申请落款。北市府表示是依照中央法规依法办理。市长朱万安也强调，社会大众期待司法会当本地事实，无错无枉。也毋过也呼吁无应该和民众产生和政治对赛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东部甲山区会落小可雨。咱来看温度。今仔北部温度是17至31度，中部是19至34度，南部是18至35度，东部是18至34度。拜三有方面通过东北季风个变强，拜六礼拜清明，各方面报道可能全台湾拢会落雨。
也因为今年雨水较少，这森林高溪咧种地是规大片拢打死。气象署预估这礼拜开始就有方面通过会落雨，水利署也已经准备好势，看状况得人工吹雨。正好吸一个叶仔水落落来，轻轻年节就吹了了。伫森林高溪种地40多年的中和村长廖永秋，看这规片打死的地树是感觉真无助，损失至少10万块。今年度的水量吼比2023年迄年吼还佫较大，吼今年怎着伤过久无落，所以讲这种叶仔都已经拢打去啊，这种已经无法度好咧。无落雨种作真困难，不过这礼拜会有转机。气象署讲，4月初起受到锋面通过加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中部以北有较大的雨势。周3的时候，由于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天气是相当的不稳定，尤其是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专家评估，4月初4甲初7也有2波落雨机会，春雨有希望为中部以北地区带来一寡雨量。不过4月中了后，落雨有较少，要有准备。那因为锋面南压的幅度还是不够大所以说降雨还是会以中北部地区为主，南部会有一些，但是量可能不是那么多。有机会能够解渴的，大概就是在中。水利署以及各个水库管理局都会依照气象条件以及我们台大气象服务团队提供的建议，随时来实施人工增雨。水利署讲，这礼拜方面报道，各地水库依照气象条件，随时来实施人工增雨的作业，并且加强甲农田水利署合作，采取轮流灌水、节约灌水这因应的做法，希望兼顾农业甲民生的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东南亚这天狗热疫情严重，国内单病入境已经有28例，佮再加上今年的天气烧热，为了要防止天狗热疫情的再发生，但是对4月初开始，若查到阳性的炭病源头，就要处罚。虽然讲目前拄啊入春，也毋过气温偏暖，台南市为着预防天狗热威胁，最近台南市几个的社区已经开始做社区巡检，主相关程度。网糖爱注意。毋但广播里长也传领志讲家家户户宣导，都行一个无细腻毒水的所在，都正做白网糖的主相关。阮拢会注意，伊拢会宣导宣导互阮维持这个环境安尼啊。看到拢倒，拢倒拍安尼吼，安尼较袂有蚊虫的产生。特别是如果有储水桶，一定要加网加盖。就因为最近东南亚国家天狗热严重，到3月26，国内已经累计28例境外移入病例。台南市决议采取强硬手段。自4月1日起至年底，一旦查获阳性滋生源，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今年是向阳年，可能气温偏暖，加上目前水情状况较烂，民众抢惊会倒水。若管理不好，只需要0.5公分的积水，就会当互白网糖滋生。专家提醒，也是未来防疫启载重点。好几年像台南2015年啊，2022去年也是一样，都是遇到这个声音年啊。当然不是说声音年就一定会有这个登革热的发生。不管怎么样，过去几年的经验啊，大概声音年跟登革热流行啊，大概是有正相关的。但金星强调，目前台南市府防疫也无特别警戒地区，也毋过也呼吁一定爱细腻谨慎，尤其佫是选举年，热天做事场合人济，利用化团气体管，环保单位爱提前程度主相关喷药才当确保袂正做关注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卫生部高算加热粉每一年上侪当扣税扣到30亿，学者认为讲，咱即马卖粉有60%至70%拢是咧交税金，这走私的线变做是真好练。即马加热粉搁再上市，走私的状况恐惊愈严重。再来是《自由时报》，根据统计，全台湾60岁以上，搁有这买厝贷款的超过25万人，最近10年的人数增加超过25%。贷款的指数也放大超过63%。最后是联合报，
美金强势嘛，造成咱台票必保。中央银行强调，目前有7244亿美金外国货币伫咧市场流动。市场分析，这是央行为着要压低台票必保有期心理，挑故意放出来风声。再来看中油宣布，对今仔开始，这汽油起7，柴油起8，中油到目前吸收成本已经将近要70亿啊。这学者嘛表示讲，政府即马稳定物价，短期内通货膨胀应该未变严重。不过，若这中东的战事未收煞，过来就真歹讲。油价搁要起啊！冲击营业用车，伫松山机场摆班等候的客运车驾驶讲，刷来可能爱以排班为主，减少空车上路载客时间，减价油耗量。一天啊，如果是要像这样，可能要跑1000，一吃1000的油了。1000块，没办法啊，政府没人办法帮我们忙啊，自然自力更生啊。你这样子可能要多跑几趟才能够补回来。超3趟。起价了后，国内油价会创11年半以来新高。透早加油站都有车咧排队，游用车有感觉皮包救水。我车本身已经小车，就已经省油的车，但是在这个油价上面，每一个星期的消耗量至少增加了，跟之前比起来，大概差将近有20%左右。不过这感觉不太好，就对了。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掌控嘛。中油表示，国际油价油源处伫高档，照普通油价机制调整原则，扩大汽柴油吸收金价30透早反正到4月初5，汽柴油计小国起7甲半，小麦价分别来到9无盐汽油每公升32块4。95无盐汽油33块9，超级柴油每公升31块。那以95无盐汽油来讲，甲2月对比，每公升已经起5块2。学者分析，比较邻近国家，咱国政府对油价吸收金价已经偏悬，掠算短期内未推升通膨，要不过若战术延长都有变数。油料价格上涨的一个压力，当然那个通膨的预期心理就会起来。那它最后会不会真的把通膨完全带上来？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那当然就一个国家来讲，它可以吸收，也要看它的财政负担嘛。针对中东局势影响超化上游材料、加下游塑胶包材供应，行政院表示已经采取3大应变措施，包括大塑石化配合4月份冻期液化石油气。甲中油四紧提前开路，提升乙烯产量指引下游产业需求，佮设置专线针对个别产业欠料情形，协助媒合加速供应调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唔那咱赛车会受到影响，飞天顶的，亲像讲这香港的国泰航空都宣布讲4月开始，这燃油的附加费嘛要起价啊。那飞长途的恐价会加超过6000块。乒乓协会是建议讲，最近若是有要出国的，就趁这2天赶紧买，才袂去贵着。不少人伫机场塞大包小包行李准备出国，也毋过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推升国际油价加悬。传出有几啊间航空公司要调悬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恐惊会变贵啊。我们有钱就出啊，没有钱就不要出去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很久出去一次，调涨应该差不了多少啦。其实一点点影响也不还好，对啊，就是出去放松啊，也没什么，对啊，不会影响啦。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公布的油价数据，到今年3月21日礼拜，全球航空燃油平均价小是每桶197块美金，比今年3月16日礼拜的每桶157.4亿美金，增加约40块美金。最近已经有几啊间航空公司通知旅行社，有计划4月起调悬燃油附加费。乒乓协会建议最近有出国规划旅客，把握3月底进前开票，以免增加旅费负担。东南亚短线飞航时间比较短的，涨幅大概都在1-2千块。那如果是飞到欧美飞长的、飞得越远的，那涨幅就越高。对观光产业的影响，还包括说民众心理上的这个影响，不确定跟风险的影响，也会影响这个出游意愿。香港国泰航空顶日宣布，4月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内定航班调升到美金50块，大约代表1600；长程航班是调升到200块美金，大约代表6400。另外，国内国际航空暂时内底咧起价，会等4月初1中油公告航空燃油计数来定。那达到底限调整，航空公司会当以上新油价计算调整幅度，各向民航局备查7日了后，就会当生效。记者综合报道。
就由官僚咧起价，这塑胶袋啊也讲要起，环境部即阵就甲建国花市来合作，提供免费的二手袋啊来使用。这环境部长裴克明也表示讲，咱的塑胶垃圾到即马也是占真济，嘛鼓励民众减用塑胶，对源头来减量。来西花市买货人袂少，建国花市时爱花草民众真爱去所在，毋过事件看到民众手会赶塑胶袋啊。这间卖盆栽头家是家己做环保，提供手赶的纸袋啊，也佫有用过素食店的纸袋啊，也挑工加纸箱啊，加做一片一片，住伫纸袋下面。准备这个会很麻烦吗？不会啊，纸袋它毕竟比较薄嘛，然后我就想说拿来这边剪一剪做支撑啊。减少用塑胶，更加爱护地球，这道理大家拢知。不过有当时出门的时阵，临时要买物件，拄好身躯边无袋物件的袋啊。因为安尼，经由环境部的介绍，花市部集到真侪纸袋啊，也佫有环保袋啊，放伫边啊，互民众家己摕。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方便的。下晡环境部甲建国花市扩大宣传地地上团的政策，部长裴克明讲，视察国内30座粪扫山，发现无毒分解粪扫制品是上多，希望改变民众习惯，减少塑胶的制品。因最近南投民间这个焚化炉的争议，部长是不是也捌视察这南投粪扫山？裴克明也是呼吁地方应做好源头的减量。南投最需要的就是源头减量，因为南投的这个资源回收率大概只有到50出头%而已，台北市已经到了67% 了。所以如果说南投像台北市一样很努力的来推随袋征收，或是用各种的方法整个源头减量的话，它可以一天可以减少大概30-40吨。这是不是表示讲南投即要做好源头减量，就使免去焚化炉？裴部长解释，焚化炉是粪扫处理的方式之一。那相关计划送中央审查，环境部严格审核伊对空气污染、农业、生态甲水质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中东战事这上新的进度。巴基斯坦讲即马愿意出面来主办美国甲伊朗的会谈，不过双方是拢无回应。另外，伫咧伊朗第一章搁再遭受到空袭，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讲，因绝对要报复，去攻击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住所。而到礼拜暗时，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刷了有民众表示，伊朗首都受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讲会攻击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住所。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咧攻击伊朗首都德黑兰真侪目标。后来，伊朗政府表示能源设备受到破坏，也毋过伊朗媒体报道讲，德黑兰甲爱布士省修复电力已经恢复。伫这之前，巴基斯坦则宣布要主办美国甲伊朗的会谈。Pakistan will be honored to host and facilitate meaningful tal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coming days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settlement of the ongoing conflict. 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伫巴基斯坦的会谈是做正面的尔，也那美军差不多2500个陆战队员已经去到中东。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的部队当咧等待因到位，准备要甲因火葬，而且彻底处罚因的区域朋友。针对美国有可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表示假庆本咧等你。مبنی بر عملیات زمینی یا اشغال هر نقطه‌ای از سرزمین‌های ایران که البته آرزوی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داریم. رزمندگان اسلام مدت‌هاست در انتظار چنین اقداماتی به سر می‌برند. 伊朗表示，美国甲以色列伫咧空袭当中有破坏2间伊朗的大学。伊朗革命卫队要求美国伫咧德黑兰时间30中昼进前谴责这个事件，若无就要甲美国甲以色列伫咧西亚、中东地区的大学校区列作是合法保护的目标。贝鲁特美国大学已经改做线顶上课。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表示，伫咧巴格达、苏雷马尼亚省甲杜胡克的美国大学可能假做是攻击目标，要求伫咧伊拉克的美国公民爱赶紧离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英国5月就要举办这地方选举，即马极右派改革党的支持度是一直下悬，就惊讲这种族主义会分裂国家。伦敦有数万人行就街头大喊反对极右派，嘛呼吁社会唔通受分，唔通歧视。超过100个慈善机构、左派运动团体甲工会立被行上伦敦街路，团结反对极右派政治。警方估计人数大约伫5万左右。主办者团结联盟是估计有50万较侪，是最近几年英国上大规模的多元文化示威之一。歌声破碎工会旗仔甲各种接待移民，看性别标记大声喊，战胜仇恨甲分化。
There's a rise of hatred, there's a rise of discrimination. As a gay man, I see that every day now. So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we all come together today. 示威者抗议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带头推动英国脱欧，即卖的解决党党魁法拉吉。英国将伫5月举行地区选举，攻打反移民。正做主义政策的解决党民调支持率说日渐升悬，已经领先首相斯凯尔领导的工党，甲其他英国团统政党示威者举悬标语，唔通互正做主义的法拉吉甲解决党分裂国家，也批判社会不平等、好野人甲普通百姓的差距。 Far right is trying to blame immigration, is trying to blame, whether it's gay people, whether it's trans people, for this country's problems, and it's not. The problems of this country becau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super rich and the rest of us. 现场也有人举伊朗的国旗、亲巴勒斯坦的旗啊，甲气候正义等各种诉求，气氛多元热烈。民众经过伦敦市中心，最后来到特拉法加广场，以室外音乐活动作为行动的结束。公司新闻是会长评论。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爆发大规模的反川普抗议，主办单位表示，全美50个州800万人行上街头，对现在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中东的战士伊朗革命卫队战争支援任务，讲12岁就会使参战，消息是引起国际批评，讲伊朗行为这儿童权利公约这签订公之一，是咧甲未成年人送出去做肉饼。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已经甲这沙特阿拉伯、甲卡达签订10年的防务合作，要利用无人机科技技术协助波斯湾的国家抵抗伊朗的攻击。继续来看，澎湖渔船大进满8号对顶礼拜二出海就无消无息，这海巡是比对水路，才发现讲这只船即马就停伫咧中国厦门的漳州港，原因是因为违法卖油去中国口去，目前船顶的人是拢平安。 去年5月，澎湖这渔船大进满8号新船庆祝落水，25起是团说敢若失去联络。海巡署证实，大进满8号这船是停伫中国厦门湾漳州港。渔船作业进前加油加满，大进满8号出港进前到马经加38000公升的柴油，却是敢若伫海上非法卖油予中国渔船，予中国海警界扣起来。船顶有3个大籍船员，也有4个印尼籍的渔工。 海巡署回看这个航迹，也发现渔船出港了后，随甲这个 AIS 关起来，一直到25伫澎湖西北海峡海峡中线以西13海里，才甲 AIS 开开，并且继续开对中国厦门去。政府也提示讲，咱渔民的辛劳加减啊补贴咱鱼的用油，大陆这阵啊，搁中东战争，伊嘛是欠油啊，搁即马海上的作业。 恁大陆也不改好啊！最近国际油价大起，台湾因为补贴渔船优惠的油价，加中国油价每公升继续差10外块，契机也爆发成渔民卖油来赚钱，也来伫海上非法来转搬油，已经违反石油管理法的行政法则，要刑事责任。在海上非法的贩卖油品的话呢，可能会触犯海洋污染防治法。另外，如果交易的地点是在国家安全法第6条第1项以及 临海及临街区法所定的限制禁止海域的话，也有可能会有相关的刑责。2024年7月，大新湾88号违反中国休渔规规定，虹口4个外家才用释放。当时有港界船队的大新湾8号去接船回来，海巡署讲，将也未接到报案，内陆船主甲家属拢回复讲无清楚状况，会继续提供必要协助。刘委会是讲，这只船确实伫对方有关部门的控制之下，人船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湾电影，这用功女子合唱团4月就要伫中国来播送，不过因台湾的补助，去到遐宣传，说到讲家己是中国台湾的票房冠军。文化部表示讲，一共有请电影制作相关人员来说明，这后续也会讨论应变机制。 礼拜下晡，民众来电影院看电影，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去年12月上映到即阵，全台票房超过7亿4千万，超过海角七号维持18年的票房纪录，成做台湾影视票房上悬的国片。妈妈之前去看的时候，她回来就哭得蛮厉害的，可能里面有很多桥段让她非常有感觉吧。 所以他后来就推荐我说，如果有时间可以再来看。真的是有很多催泪的环节，是很好哭的点，应该有3、4刷了。
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4月初4要伫中国上映，不过被迫宣传却是讲，真侪中国台湾地区华语片影房票房的冠军引发讨论。民进党立委批评，这部影片总计摕超过1800万补助，拢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是配合中国的文化统战话术，那伤害台湾人情感，更加削弱台湾文化主体性。拿了文化部1200万，台北市、桃园市各300万，总共是1800万的补助，而这些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可是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微博的官方账号上面写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票房冠军。如果他有拿到就是政府的补助，那相关的问题他应该做一些解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单位恐怕也应该去体谅到，不管艺人也好，或者文化团体也好，如果他们要拓展他们的市场，那常常呢，他们也要背负这样的政治的骂名。导演林浩谦的社群也有真侪老话伫内底，怀疑声音对爱华国家交补助合理性，迄是愈烧愈大。发行这个东西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如果我今天拍了一部电影之后，它要到全世界发行，那每个发行的那个地区，它会依照它的市场的特性去调整片名、行销策略。它也不是这个拍片的人这边能够干预或是这个指导的。文化部讲欢喜看到台湾好的故事甲作品行入全世界各国，不过也必须提醒所有的剧组，只有台湾提供的自由民主创作环境，才是推行这个好故事上好的土壤。已经请阳光女子合唱团剧组应该赶紧了解并且说明相关的情况，再来搁再邀集相关产业代表甲单位共同讨论有关的因应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中基大学一个澳门的侨生，行伫咧学校的斑马线，线去一台倒挂的公车交过，下半身重伤，带一家互病房。这客运业者已经出面回释咧，讲已经甲人停职。这司机驾驶嘛以过失伤害罪嫌移送法办。警卫紧到埔路加紧救护车救援，因为警消指报讲，这间大学内底发生严重车祸，公车去弄到一个男学生。好弄到是20岁澳门的侨生，和公车底盘底掉咧。经过消防初步检查，下半身受到重大创伤，脚骨真侪所在挫伤。对立的案发到即阵已经3天啊，即阵也伫咧交互病房观察。廖姓男子经酒测值为0，全案依过失伤害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这车祸发生伫中基大学校区内底，造成事故54岁姓廖司机暗时10点外驶967路线公车开入去学校内底，就是伫倒弯的时阵，挨过行伫过路线姓王的男大学生。涉案司机讲，当时无看到人，也过传出案发当时伤者是互来回挨过，也过警方甲客运业者拢讲这部分毋是事实。公车驾驶没有落实左右转停车再开，所以错判了，然后没有注意到行船线上的行人，那他也很后悔。现在公司就先给他停职。尽管司机已经驶10多年啊，过去也无重大交通的违规，也过所属的公车业者系实的。坦白讲，这摆事故司机无落实停车才搁开，答应负责一切赔偿损失的费用。也那学校是发声明讲，学校内底限速30公里，已经要求公车业者甲学校的交通车爱遵守各项交通的规定。没注意。其实，去年5月，南华大学也捌发生女学生行伫学校路的，和客运捌过的时阵弄到，盆骹骨大出血。今年10月，屏东科大也有大学1年级学生伫学校骑车西弯偏离车道，弄到分隔岛，加路顶跳不幸死亡。对着连续发生的学校内底车祸，对学校的交通安全、整体路线甲工程规划层面拢有检讨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的南城计划区附近的野狗是几大阵，到这居民是反映讲，有人会把这狗仔带来空地放杀，也有人半暝咧饲狗，嘛呼吁相关单位爱赶紧处理。民众骑自行车经过路口，一阵乱乱的狗仔冲出来，将人围了的。民众只好停伫路边落车赶紧走。代志发生伫27尾仔嘛，高雄小港区沿海3路甲4路一户内啊，防追赶的民众虽然无报案，也毋过其实同一个地点类似状况定发生。他就在这边停红灯，红灯要整个追出来，他的袋子还有一些的东西的食物的都被他咬破了，他不敢去，因为太多了，
南靖计划40块肥流浪狗规定出入，主要伫尾仔马的时阵，互附近民众心惊惊。批评也发现有人刁工将狗仔走到工业区空地去放杀，甚至是透早是报名到现场去饲，造成流浪狗群组数量增加，用目睭切牛至少有900只。通报动保处处理，煞无啥积极。桥倒摆啊，经过遮无伊肉，啊摔到也是着惊，伊人是足深的呢，安尼一惊伊佫过啊，佫后边伤着伤，肉伤伤佫来报，安这毋是处理方法啦。针对部分民众不当喂食所引发的人犬冲突行为，已协调相关场域管理单位配合落实人员进出管制，从源头阻绝让犬群聚效应。动保处派员到场坑诱捕人啊，强调自去年到今已经21只流浪狗。针对饲狗造成狗仔组织，会甲工业区管理单位合作，设置诱捕围篱等设施，处理不当饲狗仔行为，为源头来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伫个英国火车头，讲有一大群人骑脚踏车唔听劝，去硬要牵这脚踏车去咧电楼梯顶悬，结果煞跋倒去。手扶梯头前排队排真长，有真侪旅客，大家拢牵一台脚踏车，热热烧烧，牵坐去，延过事故向向发生。当时在场的脚踏车队有部分成员把车牵上手扶梯，结果在搭乘的时候跌倒，但其实手扶梯距离升降电梯只有差50公尺距离。我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因为如果后面有其他人的话，就是会造成他们受伤什么的。我就觉得有那个电梯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搭电梯。有可能是客满，然后也有可能要等很久，然后他觉得自己可以扛得上来，跟行人一起挤在一起的话，这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代志是发生伫2北英国火车站部分脚踏车队的队员，对火车来了后，歪插站务员大声口劝家己牵脚踏车坐这个手扶梯，尾后有人摔倒，站务员赶紧夹这停机的开关骑落去，再来用身体甲出入口挡掉咧，歪互因搁再上手扶梯，就惊代志变较严重。有时候这种状况，加减减会发生啊。劝导他也不听让啊。我们会劝导，电扶梯是不应该牵脚踏车，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搭电梯。所以我们台铁原则上是没办法去开发，他只能拒绝接受。其实车站手扶梯拢有大告示，脚踏车、囡仔车、大件行李，也是双手搬物件，这拢是不当使用的错误行为。坐手扶梯有安全风险，严格面对这种问题，代替也坦白讲，只用跟人口劝，严重的再解除契约，歪个在，严格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区三民甲昌德5车路口有车咧等红灯，拄到救护车无让路，这警方是认定违规违法。不过，同一个路口有科技监控，就惊讲是要让救护车，结果来吃罚单，到底是要安怎做，嘛引起众人的讨论。救护车伫声音伫后壁一直等，严过头前停等红灯的白色轿车拢歪震动，无让伊过，民众看袂入去，将影片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7点半左右，地点是台中市北区上有名的三民总店5车路口。实际来看现场，有附近就医学中心，救护车通过这个路口是真接。当地民众是不是应该爱动法看法是拢无共款？我觉得礼让救护车本来就是应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对，那因为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自己看到救护车我也会礼让。如果不重罚的话，可能又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民众会有效应，这样子就是会学着不让这样子。他不让，他让了，就是那种罚单要去申诉，那个很麻烦啊，对啊，有的人无用啊，法条应该再修的再合适一点。第5车路因为常发生事故，台中市府对2022年2月开始启用科技执法的设备，对抢红灯这违规行为自动侦测处理。部分民众认为讲，惊予科技设备翕到就袂让车。有社群平台打出文章网友检举行车影像向警方来检举，第2分局认定洗车人拄救护车无随避让违规情形属实，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5条规定，重罚6000到3万块，并且吊销驾照、吊扣车牌半年。该车辆于听闻救护车警号时未立即避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之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警方讲，科技执法路段若是有因为让救护车违法，初步后台人工审核时就会算出来被开罚。若民众伫其他路段确实因为让救护车犯法，也会使检附这个行车记录影像做证据提出申诉。
警方也检看了后贴单。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的统计，114年度这健保癌症医疗支出要到1567亿。这医疗费用内底，这肺癌是排第一，腰鞘癌是排第10，嘛是这10档以来头一届排着名。癌症继续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之首，健保支出也安尼提升。根据健保署的资料显示，114年癌症医疗支出费用约1567亿，创下新高。民众抗癌战线当一直扭长，尤其红叫做癌王的腰鞘癌，医疗费用排名第10，也是10年来头一摆列入。癌症相当恶性，一般我们看到都是第3期或第4期，然后平均存活率大概不到半年，大概就治疗失败。即使刚开始治疗效果很好，大家都很高兴，家属也很高兴，但是一下子反扑回来的力道也很强。癌症医疗支出甲就医人数双双成长，前3名由肺癌、胰癌、大肠癌包办。健保署分析，主要原因除了加入高龄化社会，搁甲体检复康率提升有关系。像推动针对肺癌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等，虽然小病支出增加，也也反映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后的目标是有效降低癌症死亡率。希望可以早期筛检、早期治疗。那希望说，大家被诊断的时候，其实是在早期，而不是在晚期。整体大家的这个意识提升之下，所以确实有看到它的人数有增加。那因为人数增加嘛，所以接受治疗的也会增加。健保署推动扩大早期体检、早期诊断治疗，搁导致新医疗科技甲癌药基金，希望让每一份健保资源拢会当确实守护民众的健康。另外，防治成效，健保署表示，目前扩大的体检甲治疗投资，有关需要时间观察，有计大约3至5年了后，才会当伫存活率等指标上看到明显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有3个慢性病患者，有到850万人。为了要加强慢性病分流管理，这卫福部嘛利用 AI， 让民众会当监测健康，所以嘛推动健康码，注意方式加运动，会当摕分数换奖品。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大约80岁，寿命虽然延长，但个煞伴随大约8年的无健康余命，像尻川也是照护状态。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全台3个慢性病患达到850万人，占2024年健保支出的4成。为了强化慢性病分级分流管理，健保署建立大数据风险预测模型，伫健保快药通 App 的健康假金铺推出个人化 AI 卫教助理，协助3个患者改变生活形态，避免病情恶化。第一是你可以看着你的健康数据，那你的健康可以自己掌握。除了导致 AI 监测民众健康，接落来也要推动健康码，鼓励民众进行注疫苗、癌症体检、加规律运动等健康行为。未来只要累积健康积分，都会当用伫兑换健康相关商品、运动场馆费用等，调向健康码、运动杯等，都被合约方向建议。我们未来要推出健康币的健康行为去做健康积分的计算。那么未来这一些呢，都会呈现在已经设计的差不多好了哈，在健康存折上就会出现。都会知道自己的柔软度啊等等的。将来接受了这个运动部提供的这个体适能服务之后，这些资料就是有机会跟我们自己健康存折里面资料合起来。卫福部强调，健保开办31年来，健保快易通、健保假金铺下载使用人数已经超过1248万人，查询更加突破6亿次。健保将第2条时代为疾病治疗延伸到精准预防，透过数位工具运用，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让民众活得长寿也活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生态消息来看，宜兰县为了保护海影生态，公告今年4月到8月底，在南洋溪、甲新城溪、甲南澳溪出海口是禁止人家车出入。保育鸟类海影啊，当年4月都会到宜兰个出海口测试生态。野鸟协会当年拢会记录，今年4月起到8月30日，县政府也公告，南溪、新城溪、甲南澳溪出海口是海影啊保育管制范围，禁止人员车辆出入。
公告范围大概有稍微扩大一点哦。那同样是南洋溪的南岸，那以及新城溪的南北岸。那还有南澳溪的出海口。县政府表示，今年公告管制范围比往年大，像两溪出海口因为偏北，所以增加管制范围。新城溪出海口是头一摆南北岸拢列入管制范围，违反者若造成海影死伤，恐惊涉及刑事责任。不过，南洋溪出海口到当也可以当看到两麻仔废弃留伫沙坡顶的麻料，宜兰县野鸟协会的烦恼，这废弃的麻料若无处理，恐惊引来野狗是鸟市，会对海野生态造成影响。假如能维持以前的收保证金，能在3月底把它拆除，那对于整个环境会比较好影响，会。例如说，沟鼠会变成少。县政府表示，针对还未拆除的麻料已经完成拆除作业，希望保障海影的生态。另外，当年努力伫海影生态调查的宜兰县野鸟协会也表示，最近几年海影的生态环境一直改变，需要投入更较侪能力做生态调查。不过有财务不足的问题，呼吁企业会当来协商赞助合作，帮助维护海影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樱花季对3月初10开始啊，在地有31种樱花会伫咧4月初10之前小耍开花。看到阿里山工作站头前的樱王，树顶的花开甲满满是，请游客伫树骹来甲樱花翕相。一蕊一蕊白色的樱花，搁拄着好天，为3月初10开始是阿里山的樱花季。都加在游客安排行程，专港来阿里山看樱花。就是它盛开的时候，满满的就整棵树看不到叶子，都是樱花的时候，觉得很震撼。然后这棵樱花树的那个树干也特别的大，就看得出它是很有历史的。很漂亮很棒，今年开得很漂亮。除了工作站头前的樱王，阿里山派出所头前的樱花树嘛，拢已经开花啊。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解说员指出，园区内底计共有31种樱花，会伫4月初10之前陆续来开花。蓝景吉野樱开完之后呢，会换大岛樱登场，之后会换重瓣樱。所谓重瓣樱就包含普贤象樱啦、高沙樱啦、五索樱啦、一叶樱，以及那个枝垂樱，都很漂亮。这个樱我觉得是开一般的，如果是满开的更漂亮。专门记录阿里山樱花的列表书就表示，除了第一代当日开的樱花，园区内底真侪所在，第2代樱花树嘛陆续开花咯。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家己分数指出，花下花季阿里山有实施交通管制，而且山区日时甲暗时的温度有差，民众要来阿里山要做好准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中华县政福德宫29年恭庆，今年社戏是请101平，排面超过1公里，咱指挥来到热热。布袋戏翁仔伫台顶动作真活现，101个戏牌排开排，真有气势。彰化县分园乡县政村福德宫庆祝成立29周年，举办酬神的公演，戏班拢提出真功夫，先拼先，要互土地公看甲真欢喜。别讲看，我别讲。可以啊，大家有吃，做几回，做几回啊。在我们福仁乡算现在也是兴起的一个活动，那。我本人也参与了一棚的这个布袋戏啊。庙方甲现场请100平布袋戏团，也佫有1平歌戏团。这大的排场超过1公里，敢若行完就要1点钟的时间。这样地方宗教圣事对2022年开始举办，对上早66平增加到今年的101平。酬神的戏平是当年愈来愈多。做这戏是因为要提倡咱传统艺术一个文化活动，啊，佮提倡咱要互咱大家熟悉咱福仁乡一个特色安尼啦。啊，今年佮重金礼聘邀请1平，迄个金光布袋戏，啊用迄个咱国乐来演奏安尼。庙方讲福德精神一直保庇乡里，也好民众有这个虔诚的宗教信仰。除了用戏平答谢神明，也准备3000个小寒灯，甲5000份的平安餐发送，希望打造真侪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宝石大歌厅看歌星的表演，是1980年代台湾上派的娱乐。这导演杨立洲是开2段半时间，甲这南宝石大歌厅迄段这青影的过去翕做纪录片，佮透过 AI， 互观众佮再看到主持人诸葛亮的身影。恁家囡仔听过南宝石无？
透过 AI 技术，带大家再次听到熟悉的诸葛亮主持。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邀请导演杨立洲，开2年半时间去收集记录，完成这出高雄拿宝酒歌厅的纪录片。透过这大牌名称趣味广告，带大家斗阵来去感受1980年代迄段拿宝酒大歌厅上抢眼的历史。天秀最辉煌的时候，一年300多工秀迄个除夕夜呢，曹老师用布袋里底现金呢，5、6万，当我了满500万，晒拖拉裤去压钱。来拿宝酒看歌车、唱歌表演，听主持人练小歌，伫咧电视资源拢集中伫台北的迄个年代，无论应酬、约会还是家庭休闲，看一场歌厅秀已经成做上时行的娱乐。秀场内底是台湾的经济，外面是台湾人的生活。这段台湾独有的秀场文化，是真侪台湾人甲大拢也真少年的记忆。不过说将来拢毋捌有人用影像甲记录落来，这嘛是翕这出纪录片上大的困难。找无物件，拿宝酒迄个所在门口口到底生做安怎？我拢找无。阮对跳蚤市场找足侪老相片，对，再去摕用即种敢是？这是安尼，来讲是，阮就豆豆画。为无到有全国头一出纪录歌厅秀的电影，29要伫高雄办首映会，4月7日全台上演。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表示，除了纪录片以外，有电影同名的专册已经就绪。后续5月母亲节假期，有2场歌厅秀演唱会，希望透过各种纪录方式，带大家来认捌这段台湾娱乐史顶端正重要的秀场文化。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该看2026世界杯这墨西哥的比赛场，唔但爱面对全世界厉害选手，这个墨西哥城海拔2200公尺高的这悬度，恐惊嘛，或者身体欠氧素，搁再加上这当地空气污染严重，世界各队拢已经提早训练嘛，积极备战。2026世界骹球比赛的核心场馆，伫咧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超过2240公尺。伫咧这款海拔真悬的环境，大气压力较低，地势松树的混压降20%到25%，球员走一步拢比伫咧平地搁较吃力。Evidentemente, el factor más importante es la baja en la presión parcial de oxígeno, lo que significa que en el organismo del jugador menor oxigenación hacia los músculos, lo que redunda en mejor eficiencia aeróbica, menor rendimiento a lo largo de los 90 minutos, sobre todo. 除了体能的考验，海拔真悬所造成的物理现象，嘛改变比赛节奏。因为愈悬的空气愈薄，骹球伫咧飞的时阵，走动力较细，球速嘛比平常时啊搁较紧，较歹预测。这对守门员的判断，啊搁有前方传接球要用偌济力来讲，拢是全新的技术考验。专家就建议，每一队应该上无爱提前10天到14天去到现场适应气候，才会当伫咧身体啊搁有技术的层面找到上好的节奏。Y lo otro es el tema de la velocidad de la pelota. Al haber menor presión atmosférica, la velocidad es mucho más importante, es mucho más rápida el balón y esto redunda en el tema fundamentalmente técnico, que son los controles, el pase, los lanzamientos, los remates al arco. 除了海拔真悬，墨西哥城还有瓜达拉哈拉市的空气污染是另外一项潜在风险。当中浓度真悬的污染物拄到较薄的空气，对运动员的呼吸还有心血管系统会产生几若倍压力。虽望FIBA讲已经有完整的监测机制，还有医疗备案。Durante el partido nos pueden estar provocando una fatiga, mareos, náuseas, vómitos y en un caso extremo puede llegar a presentar un estado de inconsciencia o falta de oxigenación. 为了解决环境的障碍，真侪国家的代表队已经展开行动。哥伦比亚还有南非的队伍，拢经伫咧海拔小上的区域设立训练营，用科学仪器斗训练，加强水分的补充。球员参加2026世界骹球比赛，唔但要伫咧操步、练技术，搁会和大自然扯拼，用科学的训练，还有坚强的适应力拼关键。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下播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至29度，中部地区21度至32度，南部地区22度至32度，
东部地区22度至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